后来继续来看高雄一阵游泳客，透早4点外到西雅湾去游水，一爬上花，竟然是规身躯乌噜噜，胃头甲骹拢来糊乌油，甚至有诶阁食入去喙内，因是有够气愤的哦。讲一定是有人偷放油，讲这个高雄毋但空气洪污染，参这个海水嘛来着水。 连环呐！一位穿游泳裤的阿伯上花，结果规身躯拢是油。爱报警啊！报警啊！我这样变路人。互乌油染着身躯的，阁毋压一个人，大家上花拢赶紧清洗，要甲身躯顶的油抢掉。头放油啊！规身躯油漉漉，真歹洗，游泳衫、游泳帽啊嘛拢报销。这种油啊，这内底拢油啊。 安尼吼，这内底拢油啊，唔敢清啊。4月18号透早4点外，高雄这阵民众到西雅湾游泳，想要到煞拄着一片乌油。油到超一半的所在安尼，规身躯啦，规瓶的油啊，糊到规身躯安尼，目镜拢乌糟糟，根本都无再来游啊。毋但互乌油染着身躯，阁无细日食着。你若有起来，迄个拢加减会去化会去食着。 上花了后要洗，嘛洗真久。有人去买去渍油啦，有人去买煤油啦。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接到通报，会同海洋局、海巡署等等的人来清理，包括报涉汽油所、追核油污清理。不过海面上是安怎会这么多油？这几天的卫星影像，看看是不是有船舶有偷排的这个状况。 虽然目前乌油已经封清掉，不过游泳的民众游完感觉有油味。海保署表示，只要查到排污的源头，就会照海洋污染防治法上罪罚150万。